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我不笨，我只是还没学会。星星是一个脑袋转不停的小女孩，最喜欢的事就是画画。她画的猫会开飞机，兔子会做披萨，大家都说她超有创意的。今天老师出了新题目，画一个会动的机器人。小 case 啦，星星哼着歌，开始画出一台会帮忙折衣服的超强机器人。可是他画机器人的手时，不小心把左手画成一条弯弯的小香肠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脸垮了。完蛋了，怎么会这么丑？我画错了啦！他马上把画纸揉成一团，丢进垃圾桶。这时，画笔阿坚发出一声尖叫：“嘿，星星，你怎么这样对我的作品？我还没画完呢！”橡皮擦小哭也跑出来，边跳边哭。你又生气了，每次你一画错就不理我。星星气到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不会画啦，我真的很笨。这时他的哥哥碎念哥从教室外经过，听到后马上开口念经：你又来了哦！错一笔就觉得自己没救，谁不是从歪歪扭扭开始的啊？星星咬着下唇：你不懂啦，我以前都画得很好，这次画坏了，就是我退步了。回家后，星星什么都不想做，他坐在地板上，一脸厌世地说：“我再也不画画了。”这时，书桌抽屉突然跳出一个奇怪的本子，上面写着“错误日记”。他自己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写着：“这本日记专门收藏你还没学会的时刻，每次你勇敢尝试，就算错了，也会偷偷长出一颗小进步芽芽，让你越来越厉害哦。”日记说话了，只要你写下错误，就能换一个魔法鼓励章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星星半信半疑，拿起笔写下第一条：我今天把机器人的手画歪了，我觉得自己很烂。日记一吸，咻的亮了起来，然后印出一张贴纸。魔法章：画错不是坏事，歪手机器人也很可爱。星星忍不住笑了一下，呵呵，可爱什么啦？真的吗？第二天要吃午餐的时候，星星打开便当盒，竟然发现一张神秘的小卡片。练习王国诚挚邀请你参加
错错勇士训练营，地点在你的脑袋瓜。任务是从每一个小错误里挖出一点小进步。他正想看清楚时，卡片突然噗一声，冒出好多闪闪发光的泡泡。一眨眼，他竟然来到了一个热闹又奇怪的地方——练习王国。王国里到处都是正在做错的人，有人画了10几次才画好一颗苹果，有人反复练习写谢谢这2个字，练习了20次才写正确，还有人把鞋子穿反了，还大声喊：我现在终于知道左脚不是右脚了。墙壁上挂着一个大大的木牌，上面写着练习等于重复加错误加一点点耐心。这时，一只老爷爷斑马走了过来，他笑眯眯地对星星说：你是新来的小勇士吧？星星点点头，小声说：我昨天画机器人，不小心把左手画成一条弯弯的小香肠。老爷爷斑马哈哈笑起来。哦，那跟我以前好像哦。他从背后拿出一本厚厚的画本，翻给星星看。我小时候也超想画机器人，可是每次画都画坏。有一次，机器人长了2个鼻子，有一次鼻子在额头上。星星睁大眼睛，那你有成功画出来吗？斑马爷爷点点头，翻到最后一页。后来，我干脆把它们全留下来，变成了搞笑机器人家族，还办了一场画展哦。星星看到画里的机器人，有的有3只耳朵，有的穿着蓬蓬裙跳舞，还有一台机器人正在煎荷包蛋。你知道吗？斑马爷爷眨了眨眼，那些错误不但没被丢掉，还变成我最棒的点子。有时候啊，错误不是坏东西，而是创意的起点。星星听着听着，心里那块不开心的石头好像轻了一点。他想着，也许我画错的机器人也可以变成什么有趣的新东西。但如果我再试一次，再练几次，说不定有一天我真的能画出我心里最想要的那个样子。当星星回到现实世界后，它好像多了一种神奇的力量。它不再害怕犯错了。吃牛排时，它想自己切牛排，结果拿刀背那一边一直切，切了半天，只在牛排上留下几道浅浅的刀痕。他歪着头看了一下，然后把刀子转过来。啊，原来有锯齿的那一边要朝下，才切得动啦。橡皮擦小哭马上跳起舞，
这是今天错误冠军，自己发现的超级赞错误。下午拼拼图，他一开始把2块边角拼错了，碎念哥哥立刻冒出来：又拼错了，我就说边边的要。星星抢先说：我知道，哥，你不要说啦，我自己看得出来该怎么转方向了耶，你不要每次都冒出来好吗？碎念哥哥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笑地说：哎呦，那你现在自己检查也算不错啦。晚上写功课，他把老师念成了老鼠，他自己念完就忍不住大笑，哈！老鼠今天要发考卷给大家啦！铅笔阿坚瞪大眼睛，一脸无语地说：我怀疑你是故意在搞笑。星星发现，原来犯错的感觉没他想象的那么可怕。相反的，那些错误就像一颗颗彩色拼图，拼起来竟然是自己变厉害的过程。从那天起，星星开始写错误日记，里面记的不只是错，还有他从错里发现的、学到的、笑出来的事。我拼图拼错边，但我学会怎么转方向了。我把老师念成老鼠，结果全家都笑翻了。切牛排时把刀拿反，现在记住了，锯齿面要朝下才切得开。他还贴满了魔法鼓励章。我还在学，我不放弃，我比昨天更棒一点点。错错小勇士报道。碎念哥哥看了，感动的不再碎念，改用柔柔的声音说：妹妹，你现在真的超会练习耶。 Of course， 星星说：我知道，我有一整本错误日记，谁还敢说我不厉害？过了1个月，画画课又来了，这次的主题是画一个你心里的超能力动物。星星拿起铅笔，想了好久好久，然后画出了一只熊熊。这只熊不是什么厉害的英雄，它不会飞，但它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每天练习一点点。它有时候会拼错拼图，拿错工具，还会念错字，但它不会生气，也不会放弃。它会停下来想一想，咦，是我拼错边了吗？还是要转个方向才对？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拼图，他就记得先试试看，转一转，果然成功了。有时候他也会没注意到小地方，像是切牛排时把刀子拿反，怎么切都切不开。他想一想，锯齿面要朝下才切得开嘛。下一次再切牛排，他就切得漂漂亮亮，还自己帮自己拍手。星星一边画一边说：这只熊不是最聪明的，但它有一种超能力，就是愿意再尝试、练习，还有不怕犯错。老师听了，点点头笑说：
这是一只超勇敢的熊哦。突然，碎念哥哥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从窗户探出头来，大喊：还有，他一定也很爱碎念，对吧？边学边念，边讲不停。全班哈哈大笑，星星也笑了，不再觉得尴尬，只是耸耸肩说：有时候讲一讲，脑袋真的比较会记得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有时候你会画错、念错、拼错字，或把鞋子穿反，可能会有人说你怎么又错了？但请你千万别忘记，错误不是坏事，是学习的一部分。失败不是你不好，是你还在努力中。你不是不会，只是还没学会而已。每次错误都像种下一颗小进步种子，只要你愿意再试一次，它就会慢慢长大。所以，当你下次又做错时，记得像星星一样对自己说：我不是笨，我只是还没学会。可以再试一次，可以请教别人，也可以继续反复练习，不怕做错。只要你愿意动手动脑，再多试一回，你就会比昨天更进步一点点哦。你很棒，而且每天都在变得更棒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